请咱家己来看。旧约圣经民数记10章41节到50节，现着我来读。隔日，以色列人全会拢哀怨摩西亚伦讲：恁害死耶和华的百姓。会上组织攻击摩西亚伦的时，会幕看啊，有魂砍伊。耶和华的阳光显现。摩西亚伦就到会幕前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：恁着离开这个会中，互我通伫100年久的中间灭无因。因两人就拍伫地呢。摩西对亚伦讲：摕迄个香炉，用单顶的火堆伫迄中间，下香伫迄顶面，紧紧带到会场遐，甲因赎罪。因为有大受气对耶和华出，瘟疫已经发作。亚伦照摩西所讲的摕来，走到会中，看啊，瘟疫已经发伫百姓的中，伊就下香，甲百姓赎罪。伊徛伫活人死人的中间，瘟疫就煞。除去因为可乐的代志死的以外，拄着瘟疫死的，共有14700人。亚伦倒来到摩西遐，到会幕门，瘟疫才煞。以上，这是咱们邀请本堂的老传道来讲道。今仔伊要讲的题目是徛伫破口。第2讲，徛伫中间，徛伫中间。兄弟姊妹平安。搁一遍看到大家，我心内真着跳，真欢喜。因为咱平安搁来到遮，是一个真大的恩典。咱三甲来祈祷。阮天父阿爸，阮感谢你，阮出入有主你保守，主你应允教阮伫地，主阮本是未堪的人，不配的人，总是主你看阮做宝贝，是你家顶的保护，也将保护保守阮。你也用你的听启示你的话语，互明白。因为阮本是看袂清，听也听袂明的，主总是因为你要启示你圣神带领，光照阮，互阮知做，互阮知来甲你的面前认罪，恳求你赦免阮，啊，互阮透过你的话语，成做阮的帮助，对遮出去你找见阮去到这世界的时阵。阮就有你遐全备的智慧、勇气、甲你的权柄。伫即世代，伫台湾每一个角落，主，阮诚做福音的出口。阮感谢阿拉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钱的人，好野人，伊号做丹福先生。伊伫即个城市住真久，伊真好野，啊，伊嘛真爱斗相共。甲每一个人帮赞，所以这个城市真正欢喜，这个城市一个开心的城市。总是有一天，黑衣人出现，不是咱的机会啦吼，但是很像。他说了这些话，为什么丹福先生这么有钱？是安那干那这个丹福才好个？啊，恁哪会遐少钱啊？这敢若唔对哦。为什么这个家里就只有你最辛苦？10几个人都在那边翘脚看电视，等着吃饭，啊，怎么就只有这个婆婆？啊，连媳妇刚进门嘛，在遐等家呢。哎呀，你也太辛苦了啦！亲爱兄弟姐妹，这就是黑衣人哈。无就是安那。咱伫教会平平哦，我出钱出，总是你第一顶来拢毋是我，无人甲我感谢呢。
咱北京教会拢毋是安尼呢，人拢母亲节、父亲节拢有迄落，啊，咱来拢，亲爱兄弟姊妹，黑衣人出现，这个城市本来真欢喜，逐天过了真喜乐，总是黑衣人讲一几句话，心内开始喵啦，开始比较。然后呢，咱今日下来看，就心内嫉妒，开始就要想空想芳。所以当吴先生听到这个人，伊过去总是无甲伊讲，但是伊会使感觉，听到因讲为什么只有他那么有钱，我们都没有钱？这不对吧？对，你说的对耶！八卦拢安尼来啦吼。教会纷争嘛是安尼来，家庭纷争嘛是安尼来。黑衣人，各位，请密切注意，如果你遇到黑衣人怎么办？当吴先生，他依然是当吴先生，他依然很喜欢帮助别人。既然大家有这个声，讲干那我好嘢，恁拢无好嘢，啊无安尼啦。啊那你当吴先生，你安那？咱遮拢好嘢人对无？真诶，咱拢好嘢人，伫主诶内面哪有善香诶？因为上帝要祝福善香诶，总是咱是好嘢人，咱要安怎做？这个当吴先生甲伊所有诶钱平均分摊给，平均分摊哦，他自己也算一份，互每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每一个人。所以本来伊足好嘢，拢下好啦，敢若全民乐透，拢总分互你。伊家己嘛摕到一份，咱感觉遮个居民、遮个民众，因摕到遮个心内安那，介欢喜嘛！总是这个很快乐，就会怎样？快快不乐，喜乐就无共哦。喜乐是我足满足，总是我欠用，我也是感觉确实，我也是感觉讲。哇，我嘛，那快乐呢？很可能互你快快不乐。咱搁继续看，当吴先生伫这个城市 A 城市，伊感觉已经无互人信任，伊摕到伊家己应该爱分到迄份，伊去买一寡水彩、加画布，伊做伊上爱做的代志。因为过去伊真侪钱，伊无法度做伊上爱做的代志，伊就开始甲咱的一个啥物黄啥物商共款啊。画图，名啊、数字啊、俗安尼画，伊搬到美城市去，伊画真好的图，愈画愈好，愈画愈好，而且因为用上帝听来画，每一幅图拢会当安慰人，拢会当互人有望，所以伊的图真侪人来买，所以你会知，伊阁愈来变，愈来愈有钱。伊共款就爱斗相共别人，甲每一个人斗相共，这个城市共款真快乐，真快乐哦！注意听哦，快乐偌久？会当快乐偌久？当时就会快快不乐。下一个黑衣人出现时，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。密切注意，黑衣人来的时候，紧来咱的生命中，咱的职场，咱工作的所在，咱家庭的所在，伫咱所徛去每一个所在家庭也好，是毋是咱的生命中有迄个黑衣人出现？互咱本来感觉有够好的啦，有够感谢的啦，总是人鸟一句你就比较，他会安尼？这样敢若毋对哦。我的囝今年头一遍去好春酒，伊的公司互因抽奖。伊转来时阵面拢红的，因为因头家讲，哪有迄落袂晓啉酒的，来一定爱啉。阮囝只仔啉酒就安那下久，要安那？你知无？一入来真平安，转来到厝，阁行路阁无电哦。阮感谢俄罗斯，因为伊甲一晚才转来。伊讲伊坐客运车转来，6块800啉出来，拢2卷，
算是个偌济，你知哦？36本，安尼是偌济？36000。哇呀！我足欢喜，讲你拿什么奖？第一特奖啊！大家感谢上帝啊！然后就分啊，哦5本分吼，因的弟弟妹妹安尼，啊5本要互阿姑呀。啊，阮甲问讲，你第一特奖是偌济？我敢若10万的款。哈？啊，哪会剩36本转来？啊，我就袂晓啉酒，啊，因讲要替我啉，啊，我就互因一塔。你知无？敢若讲即句黑衣人出现，有一个人开始骂：吼，你哪会这么啊？这样我，迄个人啥？莫看我，毋是我啦吼。咱生活中，咱无比较时阵足满足。黑衣人出现时阵就无共款。咱人的心定定安那感觉痛苦，因为咱足侪选择。太多女孩子喜欢我，太多男孩子喜欢我。去 Costco， 太多商品招呼我，买我。唔知要选择一个，咱感觉痛苦。啊，搁想要爱，得袂到。啊，搁安那会痛苦？得到啊，好不容易追了7、8个女孩子，终于有一个愿意跟我认定，结果心安啊，一日到无惊吓，人来给抢去。你有了却害怕变无去，啊，搁有是无法度解决的，就是你总是伫透早起来，你就感觉足空虚的。我为什么来活？你都会伫个安尼的艰苦的中间，人生就是安尼。所以咱需要彼此来带导，咱需要徛伫人甲上帝中间，为人来祈祷。人顶两表讲，祈祷是咱的责任，嘛是咱的德权。祈祷伫原文的意思就是替人求情，就是恳求，就是伫中间来协调，来讲好话。咱对当礼拜开始，咱会有煞咧，有4讲，咧讲即方面，咱拢密切来注意。嘛，伫个来讲道前，感通好咱来找遮个经文。伫楼骹，咱会有服侍表，顶头会有经文，咱拢事先来读，伫安尼，咱就会当有得到更较完全上帝的启示。好，咱要来讲一段经文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头一句话，就发生安那凶杀案。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哎呦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大代志，当然。摩西当礼拜，咱看到伊为着这证人来求，耶和华退火，无灭亡因。啊，这的百姓安那？摩西带因对埃及做奴隶，带因出来要经过旷野，爱小整顿一下，因为因要入去迦南地，需要有一寡规则，是要保护因，是要祝福因，所以上帝有10条的句，咱叫做10戒。其实是这10句话是要祝福因，互因有一个保护。总是摩西去山顶，伊嘛约好哦，讲好，好，我绝对无咧做啥物，我安尼为着领受上帝恩典。可是伊去山顶要摕这石盘的时阵，去几工啊？40工。啊，山骹的人，迄阵啊吼无大哥大，就无敲电话讲无要落去，所以因下骹的人就开始摇伊啊，开始无信心，所以因就去做一个啥物？食草的牛的像，牛啊来拜得罪上帝，所以摩西为着遮的来遮的人民以色列民来祈祷，免了互因地到被灭亡。今仔日煞接，咱看伫今仔日经文的头前情摘要，你莫想讲摩西敢若安尼尔。伫个头前几章，咱就看到，连伊的阿兄阿伦，甲伊的姐姐，就安那挑战伊。你是小弟呢，你哪会做领袖？啊，阮拢做啥物？阮做你下骹手的，我敢若做祭司尔。总是因尾啊，拢悔改，到主伊的面前。阿伦捌挑战一个摩西，今仔日阿伦嘛，互人挑战。利未人因真做会当来服侍主的，总是因感觉讲，可拉一动的，
是安怎？敢若你会使做这事，阮拢做工课啊，阮拢做会务内面，毋是重要的。无你甲我讲，是敢若你比阮较敖吗？是你较比阮较好吗？是安那是你，所以人就是安尼。当咱咧无迄个看，咱足意爱，足意爱讲哇，我嘛会当做这事，我足意爱，我嘛会当做啥物位，足意爱，我嘛甲伊共款有才调。当咱发现咱无的时阵，就开始比较，比较就开始感觉自卑，感觉无公平，开始感觉一愤怒，就开始会破坏。伫2年前团队要来进前，了后，10月时我看到中华一个新闻，我毋知你哪个会记哩袂？有一个人40几岁，伊拢无结婚，因为伊照顾伊的姐姐50几岁，伊的姐姐受到癌症长期的治疗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拄啊好发现伊的姐姐佫复发，已经到癌末，伊心内真艰苦的。但是伊迄阵啊的工作嘛受到这个 lay off 去向抬头。所以无好的工作，伊开始去做每一工去做每一工的苦工，去扛迄个扛做苦工去扛迄个砖块，啊，每工会当领1,000，真感谢。总是伫伊下班的时阵，甲伊迎面而来，是一群穿西装，口中说英文、日文，拿着皮箱。伊想到伊家己嘛捌安尼，伊家己嘛捌伫个上市公司，家己嘛捌坐即个位，总是伊即马是安那变成做苦工的，逐工拢领迄1,000，而且毋是每一工拢有通领。伊心内开始艰苦、自卑，因为去每一工伊买芳的所在去买芳，买2块芳23块，伊摕25块互伊，爱找偌济？爱找偌济？啊，咱大家算下袂歹哦。总是即个收银员小姐15块，是因为伊算了毋对吗？因为即个店员知影伊的情形，每一工来买，伊当然知影，厝边隔壁当然知影，这芳拢已经伫买过去啊，半烧送，优待他几块。送伊15块互伊，咱若赚毋着钱，咱的反应安那？若阮的囡仔拢讲啊，趁着，紧收来。尤其迄大张的，安尼毋对。伊头一个动作是安那？嘛毋是甲讲你赚毋着，一直讲一句话，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甲迄个面包的托盘。等上迄个收钱的小姐，所以迄个收钱的小姐，这面边仔这拢去迄个盘下过去，浪费，所以才报警，才知影即个新闻。伊敢若一直讲一句话：恁侮辱我，恁侮辱我，恁侮辱我！我敢若价值2块吗？我敢若价值5块吗？恁侮辱我！亲爱兄弟姊妹。你会感觉这个人不可思议、不可理喻、莫名其妙。当人的心是安尼过天的时阵，伊就会生气，伊就会迫害。敢通好？咱加一寡心伫咱身躯边的人，咱有拄着生气的代志，有生气的人无？咱厝内人，咱的中司有生气无？咱家己本身有生气。伫上帝面前敢好，互主好好啊听来，因为咱拢内心受伤啊。这就是嫉妒，无的人会安尼。啊，若有的咧，有的就真足惊人安那，威胁家提起，所以心内就会安那，无相信，无搁相信，心内就开始就会愤怒，就会生气。哦，你是毋是要坐我位？哦，开始做一寡报复的事。等下咱来讲一个这类，咱来看圣经讲，真今仔日就是因为利未人因心内嫉妒，无
因我无通做这事，因就开始想空想胖，就想讲，来甲摩西面前组织，要来攻击摩西讲，甲阿伦讲，恁真抢权呢，转会中大人拢是信的，也好嘛伫即恁中间，咱中间，恁写书自告啊，过耶和华的会众，是安那干那恁会当最大，阮拢袂当。摩西听见安尼，就拍地涂骹，对可勒甲伊的全党的人讲：到明仔载早起来，耶和华要指示什么人是属伊的，什么人是信，就要互因亲近伊。伊所竞选的人，也要互伊来亲近伊。什么来做决定，拢免吵，到上帝的面前。因就安尼行，可勒甲伊的党的就摕着香炉，明仔日伫耶和华的面前，用火的地伫因的内面，下香伫伊的面前。耶和华所敬的人，伊要做成恁利未人的子孙唱权啦。当咱拄着无公平，心内真郁卒，咱感觉讲，毋是安尼啦。我做长老做执事，我著徛伫遮领唱，毋是我介贤呢，是因为上帝予我安尼福分呢。总是有人挑战咱，总是有黑衣人出现，总是有人做毋对的代志，无公义的。咱放心好无？当咱感觉真冤枉、真委屈，主亲身为咱伸冤，因为伊是信实的。伫即个所在，因毋免等足久，过长工，上帝就行新的事，互因知影到底谁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对安尼因逐人就摕因的香炉，内面放火，搁香伫顶面。摩西甲阿伦徛伫会幕的门口，可能伊就召集伊的会众、伊的人来到门口，要对决啊！要看上帝是要敬啥。然后阴光显现伫会中，发生啥物代志？然后讲，恁着离开即个会中，我通1万年久中间来消灭因。因就拍败伫涂骹，阿伦甲摩西甲阿伦讲：上帝啊，想出换命，福见若有是你所听的上帝啊！一个人犯罪，你就要受气全会吗？来替安那遮的人民得罪上帝来求情，无为着伊的得人哦，为着挑战伊的人哦，为着告伊的人哦，恁敢有互人告过？传道迄天才听到咱教会一个会友的见证。因捌互告，伊冤枉的，家己家甲受伤才去告，讲人甲我拍，总是因跪落来祈祷，为因求告啥物会，求叫啥物？因讲主啊，恳求你祝福因乱告遮个人，互因大富大贵。哎哟，心内安尼则好。就圣经有讲啊，爱为着敌人来祈祷啊，互伊大富大贵，互伊无用去告阮，去送法庭。真正迄个人大富大贵了后，这小 case 好啦。上帝足奇妙的啦，上帝足奇妙嘛，伫即个所在，伊要成一项代志。摩西讲：耶和华找我行即一切事，恁对安尼通知，因为我毋是自专来行。叙述这个人若是亲像平常，这个人若是亲像平常的，一般的人安尼司法恁所拄着，亲像我平常所拄着安尼，就耶和华无找我，意思就是讲，等一个要行的代志，若甲普通时的司法拢同款的都毋是我，总是等一个若行一个新的事的时阵，恁就知影这是出自上帝。这个话就安那，就开始就实现了。安那实现，讲完了后，对安那就离开。因的人，遮反叛的、可拉一党的人，甲因的物件，拢总安那吞灭，而且因手提的火安那拢烧起来。
吞灭这250个领袖。隔日，这还无得到教训呢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你已经上帝甲你严严管教，通好回头敢好？这个百姓无，今仔咱读的经文开始讲，隔日以色列的人拢总哀怨摩西甲亚伦讲：恁害死耶和华的百姓啊！是恁，拢无想到讲摩西是啥物人，伊哪有法度？亚伦是啥物人，伊哪有法度？迄是主哦，毋是人哦。所以当咱挑战一个人的时阵，无信任一人，连辱骂一个人，咧气一个人，咱通好想看觅。伊坐伫迄个位，伊做即个代志，你若要骂伊，你上好爱想看觅啊，伊的上帝。你毋是骂伊的人，你是骂伊的上帝。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讲：恁着离开即个会中，互我通1万年久中间灭无因，要搁一遍灭无，因就拍拍伊的地来纠正。大多就是来纠正。咱要来纠正的时阵，咱一定会付出代价。是安那？因为瘟疫已经开始啊。瘟疫是安那？偌严重，你敢知？传道伫咧遮讲话，瘟疫啊，伫咧遮，咱拢总着，安尼叫做瘟疫。瘟疫已经开始啊，真严重，比气爆、高雄气爆搁较严重。摩西对亚伦讲：紧去摕香炉来，伫这坛顶的火放伫中间，顶后放啥物？放香，紧带到会中间，来为遮的百姓得罪上帝来赎罪。因为有大生气对耶和华出，瘟疫已经发作啊。摩西照着亚伦照着摩西所讲的，紧去摕来。瘟疫已经发作伫百姓中，因就放，互百姓来赎罪。伊徛伫倒位？活人甲死人的中间，瘟疫就煞。亚伦有危险无？拄仔传道讲哦，瘟疫是你若去甲遐中间，你就会受到啥物传染哦。第二个，请问祭司敢会当去摸着死人？所以愿意啊呐，我就是无做即个位嘛，无要紧嘛，我愿意来救这个人。所以咱祈祷是爱有代价，咱祈祷嘛有风险，风险伫遮，咱要付出代价。当咱一祈祷的时阵，为人代祷的时阵，啥物会嘛来祈祷？千万，啥物会嘛来祈祷？撒旦魔鬼嘛来祈祷。总是咱毋免惊，咱有风险，但是咱有保险无？有啊，咱的保险伫啥遐？伫旧约上帝，然后做圣洁的上帝，伫即马圣性为咱祈祷，咱有保险伫主遐，主要保护保守了。咱为着人祈祷，除了这是咱的责任，搁较是上帝互咱的安那祝福，互咱的报赏。咱等下要来看亚伦的囝，就是捌因为安那服侍，捌因为要献火，啊因无注意上帝停事，无了解意思。凊彩翻倒转去烧迄番火，死伫耶和华面前。当服侍嘛有风险的，大倒嘛有风险。讲啊，安尼谁要来？有大的保险伫后壁。上帝圣洁真做咱的保险。安那保险？你照步工来就好，不管你是毋是有能力，照步工来就好。安那照步工？伫迄个时阵，毋是新约，伫旧约的时阵，人犯罪应该伫个会幕正前外院的所在就祭坛，为着人要赎罪。遐有火，迄火对倒来，毋是凊彩哦，毋是赖达点的哦，毋是钻木取火，这火对倒来，上帝来火。所以因每一遍都爱摕迄香炉到外口迄个铜祭坛去摕火，然后再换去倒位。换去内面，一天2遍，金香炉去遐点火香，亲像安尼。即马有啥物有即个情形？
天主教都有安尼，这就是安那替人赎罪。所以阿伦才有法度替遮个得罪上帝的人来安那代求，来替因来赎罪。咱是属主的，咱服侍主是主的命令，嘛是咱的权柄，嘛是咱的保守伫天里。耶稣要甲咱伫地，要成做咱的保护者。有风险，总是主有保险，是任旨主安那，互咱保守。咱若咧服侍中间，咱若是感觉真无好势，心内不愿，也是咱有真济的埋怨，也是咱无按照迄个准备，上帝是要生气的。香炉代表就是祈祷，咱若是无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，献上祈祷，只是反驳，参像阿伦的囝子，是有风险。这个风险就是看你的心意，你的心意是毋是正确，是毋是为着上帝？当黑衣人出现，人甲你讲有诶无诶，也是你心内过去受伤诶，是因为你家己受伤，所以你看啥物货拢是破诶，是因为你心内诶目镜是破诶，所以你看每一项拢破，你看每一个人拢是对你是恶意诶。敢通好，咱到上帝面前，先为家己祈祷。恳求主赦免甲医治咱。咱咧服侍的时阵，搁较济目睭主。黑衣人出现的时阵，咱就到面前。咱知咱的兄弟姊妹有需要，黑衣人出现的时阵，咱就来为人来祈祷。咱要徛伫死人甲活人的中间，徛伫人甲上帝中间，才会满足上帝公义、主爱心，会当互人得到怜悯甲赦免。咱拢无完全，咱拢是罪人，对无？咱是蒙恩的罪人，是毋是？咱是罪人，咱无完全，所以咱定会安尼。咱爱袂着，咱无，咱就比较，咱就自卑。啊，我就是足歹的啦，啊，你莫叫我做这啦，啊，叫别人嘛，我做了无好，你知影无？教会中间、青年中间有一个足爱敬拜。伊声有当时拢会走精，有当时啊，但是伊真心真力，伊每一遍要服侍拢爱练一下晡啊，无就是爱练足久的时间。有人落来甲传道讲，要敬拜，毋就声爱较好诶，所以传道即边才会办这人，上爱唱啊，敢好？吼，我毋是讲声无好就袂使敬拜，我真感动就是，这是最近的代志。伊要去，伊已经拢练啊，但是伊感觉心情袂平安，因为伊感觉伊一直走音。伊讲换人敢好？我讲上帝用你，你有准备无？有。你心是对向服侍对象。伊的团队，不管是贝斯还是拍鼓还是弹琴的，大家心拢咧，头拢咧，心真惊，惊伊讲等一下。音阁不准，伫敬拜中间，头一首真正走精，甲你无完全献互主敢好？走精的人生献互主敢好？上帝会互走精的变精英，伊就家己献互主。第二首敬拜时阵咯。你就感觉讲这人无共后。第三首，你就感觉讲上帝医治临到伫即中间，上帝救恩伫地。迄天敬拜还袂煞，就有人来讲，我100年毋捌流目屎，100年啦，是讲伊还袂100岁，夸饰话，因为敬拜。无完全，总是心是完全献互主。伊流目屎，因为伊哪来即间教会，伊国外才早来，无信主，规家拢无信主。伊是因为伊定定看到歹物，来到教会来祈祷。咱的文成长，咱的当一个同工真正足好的交代。最近来足侪拢家己来。伊拢是走投无路啊，是安那，毋是欠钱哦。
是欠平安。因拢互鬼掠甲走投无路，来到遮有平安。伊祈求，伊感谢即位大权能的上帝，透过无完全的姊妹所献，带人来到主的面前。刚好咱服侍，就看你的心意，咱尽心尽力，互咱会当对无健康中间，咱有感恩的心，咱就会当满足。咱虽然无，总是咱会当满足，咱就会当双赢，毋当双赢哦，可能会三赢。总是咱若是有咧，咱阁惊去互人威胁，吼，我即个危难一直人甲我叮当啊，真像传道对无吼？随传随到，啊，随传就怎样？随调就随走。我足烦恼，讲我吼，无通定定伫咧遮甲大见面，一年以后啦吼，这个就是心怎样？偶尔会不健康。我就紧来到主的面前，莫感觉无信啊！我就爱安那相信一位主，不管我去到倒，敢好兄弟姊妹，不管咱教会，不管一年以后传道去到倒，啊，传道都随传随到啊，我上帝传的啊。咱感觉今仔日无牧字背伫咱中间对无？拢无牧师对无？啊，连迄牧宣嘛无伫遮，那会足惨啊！兄弟姊妹，上大的牧者咧倒？主耶稣上帝讲，伊是咱的牧者，有即位就对啊，其他拢小可爱，真正。敢好，咱互主来引带咱。遮有一个见证，我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伫10几年前伫我的厝的一个草教派的祈祷会，伊每一遍来拢哭。啊，伊是大信心的，伊是大能的勇士，因为伊带足侪人信主的，因为伊的见证，互真侪人拢得到激励。啊，啥伊特别拢哭。啊，伊就是安那，因先生有外婆啦。外婆什么意思？外面老婆，几来个，最高达7、8个，7、8个外婆在外面。伊哭的时阵来我厝的，伊落祈祷会的时阵，迄阵啊才一个尔。哦，我就感谢主，7、8个变一个呢，有进步无？有啦，拜托诶，这就是稻草中咱来捡黄金，好无？你若感觉你的囝，也是感觉你的翁婿、你的某，也是你重要的人，哪会拢无进步啦？啊，也是这样的，拜托，毋是无进步，是你无看见。本来7、8个外婆，到尾也剩一个，进步几倍，小叠一个好。咱有感恩的心，是安那？伊会当伊的翁婿，伊会当信主，伊本来无信主，因为阮咧带阮祈祷会，迄个师母一定来为人祈祷。当伊咧祈祷的时阵，有一天早起，伊心足袂平安呢。出现的都是因隔壁的房东，因为伊的房东甲伊徛对门。啊，迄个房东吼，伊就是普通时就无啥敢甲伊讲话，因为伊安那拢无爱甲人讲话，干嘛你爱钱？啊，伊祈祷中我讲袂使啊，伊对11点一定啉奶，甲12点，甲人咧困觉的时阵，信心催逼伊。伊阵啊，好啦。兄弟啊，这个时间去一定互踢出来，一定互骂的啦。去弄隔壁，足久啊！伊想讲，主啊，感谢主，无伫的，要回头要走的时阵，细细旁，敢若看到伊目睭，房东太太说，啥物代志？啥物会歹？无要紧，你甲我待门口，我叫人来修理，要搁关起来。即个无顺人讲，我想要来甲你开讲，因为有一位足疼你的主耶稣，伊叫我来，伊讲伊真疼你。伊捌听过主耶稣的名咧，因为伊拜甲足厉害，一听到安尼尔，砰，门无开，门共款安尼，但是伊另外一手摕一个物件，啥物物件？一支刀，伊准备因翁婿咧困中昼的时阵，
要举行去世典礼。啊，迄个时阵拄啊足流行，报告新闻讲足济，所以报告新闻真正敢是黑衣人啊，咱莫互伊影响。即个罗世明带伊祈祷听，要啊一个伊皇后太太到上帝遐来面前，请做基督徒道以后，虽然伊先生对7辈一直进步，甲一个伊也是每一辈拢靠，但是我要感谢主，即马毋是即马，已经几啊年前，因先生嘛信主，即马吼老婆不用多，几个都好，一个啦，一个就好啊，所以他做了很多见证，带很多人信主。传道要讲的就是，当你若有别人嫉妒你、威胁你，你只要相信，不是相信人，人不可靠，相信神会为我好，神的爱可以让这一切翻转。我们就多一点跟人的沟通，咱就在拥抱主的爱跟主的祝福。而生育，咱毋是干那讲富裕，因为生育有真济因缘，咱来甲生育。咱祈祷中间，或者咱毋知要安怎来祈祷，总是伫生育着罗马书讲着信心亲主安那为咱来祈祷。伊知咱的艰苦，伊知按照信心的意思替咱来祈祷，所以咱免烦恼，咱的保证、咱的保险是伫上帝遐，信心随时为着咱来祈祷。祈祷耶稣已经死，而且对死人中搁起来，坐伫上帝大边也替咱来祈祷。尼托生讲即句话，我真爱，嘛常常激励我为人来祈祷。伊讲上帝有一个旨意，但是伊需要地上的咱来祈祷。只要地上的祈祷，甲天的旨意合一，上帝就担当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敢知？咱一祈祷，咱就启动了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祝福。开始在蝴蝶效应，咱一祈祷，主听见就担当了。你所烦恼的代志，主已经在路上，已经为你预备那美好祝福，已经伫路上啊。咱敢通好甲咱心内烦恼的放下，仰望主，咱三个来。传道要邀请你，想一个人一项事，你愿意替伊来代祷，就是为着这个人这个事。主要同工伫这中间，信心要为咱祈祷。向阮的阿爸，阮感谢你。阮所交托这项事，这个人主你知，主你听见，若是合主你心意的，主你就来成就，你就来行大的事、奇妙的事，为着就是要来祝福，为着你是听，为着你是信息有大关联，你常常为阮来祈祷，互阮搁较热切来祈祷，互阮搁较有用心。恒心来祈祷，互阮伫祈祷中，搁较知影要安怎来祈祷。阮感谢阿罗你，安尼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